各位教育界同工、各位朋友，大家好。今集係賽馬會有趣學中文系列嘅第11集。賽馬會有趣學中文呢個計劃係以家庭、學校、社區3方面為教育模型，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喺呢個計劃入邊，我哋發展咗唔同嘅圖書資源，以及老師教學指引，俾老師嚟使用。呢一集我哋會介紹點樣使用呢一啲嘅材料嚟設計遊戲同埋相關嘅活動。我哋請陳老師嚟分享如何結合家庭、社區嘅力量，設計有效嘅教學活動。首先，我哋嚟睇下一啲適合 K1 幼兒嘅活動實例啊！喺 K1 1我們一起玩嘅故事圖書當中，主要係以五官遊戲配合文本內容或者活動嚟加強幼兒學習中文嘅。眼睛即係視覺感官，可以提供一啲藝術畫，或者提供2幅唔同嘅圖畫，等小朋友去找不同，幫助幼兒提升觀察同埋表達能力嘅。耳朵即係聽覺感官，可以播放一啲唔同嘅聲音，等小朋友聆聽同埋去辨別，加強聆聽同埋表達能力㗎。鼻子即係嗅覺感官，可以預備唔同氣味嘅食物，等小朋友透過嗅覺去探索同埋表達感受㗎。嘴巴即係味覺感官，等小朋友嘗試唔同味道嘅食物，但係要注意小朋友究竟有冇食物敏感喎。雙手係觸覺之一，可以將唔同嘅物件放入神秘箱裏面，等小朋友去觸摸同埋去辨別㗎。雙腳亦都係觸覺，可以預備唔同質感嘅物料，製作觸感地氈，等小朋友赤腳行過，去體驗唔同嘅感覺。第2本 K1 2放學了，老師可以帶領小朋友製作家庭樹，等小朋友認識屋企人嘅稱謂，亦都可以請小朋友嘅家人到學校去分享，例如去講故事、教做手工、唱歌或者跳舞嘅。喺 K1 3嘅文本故事圖書旅行入面，可以進行一啲模擬野餐或者去公園進行野餐活動。事前請小朋友準備一份小食，等佢哋可以喺分享嘅過程當中分享一啲食物嘅材料名稱，從中可以學習表達同埋交流㗎。喺 K1 4熊寶寶去逛街嘅故事裏面，承接文本故事嘅內容，可以預先同小朋友預測一下熊寶寶遺失嘅路線，然後再制定一啲探索社區嘅路線㗎，例如餐廳、服裝店、公園、圖書館或者學校附近嘅社區設施，亦都可以邀請家長或者幾位義工家長一同參加。探索社區嘅時候，留意相關嘅環境文字，例如出口、洗手間等呢啲字眼嘅，等小朋友可以認識一啲社區嘅設施。喺 K1 5最喜歡的車呢本故事書裏面，老師可以事前預備一啲統計表，喺學校附近揾一個合適嘅地方，等小朋友觀察同埋統計車輛駛過嘅次數，然後觀察唔同交通工具嘅外形特徵，亦都可以揾一啲交通工具嘅停車站，例如係巴士站、的士站、港鐵站等等。同時請小朋友留意一啲環境嘅文字，例如係車站名、車費等等。搜集資料之後帶返學校作回顧同埋分享嘅。最後 K1 6動物在哪裡呢本故事書裏面，可以請小朋友搜集或者分享家鄉特色嘅動物，或者播放一啲相關嘅動物影片，亦都可以請小朋友搜集喺海、陸、空出現嘅動物，或者參觀動植物公園等等。接住落嚟，我哋再睇睇一啲適合 K2 幼兒嘅活動實例。喺 K2 1神秘袋呢本故事書裏面，老師可以請小朋友喺屋企搜集一啲物資，並且帶返學校㗎。鼓勵佢哋利用一啲物資，分小組一齊設計同埋創作一件新嘅物件，同埋分享佢哋嘅創作意念同埋用途。喺 K2 2勇敢的消防員呢本故事書裏面，老師可以安排小朋友參觀消防局，或者請消防處安排人員到校作介紹，等小朋友認識多一啲消防員嘅工作㗎。
喺 K2-3 看醫生呢本故事書裏面，老師可以邀請家長到校分享佢哋唔同嘅職業，等小朋友都認識到同埋了解家長唔同嘅工作內容。喺 K2-4 送禮物呢本故事書裏面，老師可以邀請小朋友搜集一啲家庭剩餘或者可以再重用嘅物資，例如圖書或者玩具，帶返學校作交換㗎。透過呢啲活動，小朋友唔單止能夠練習中文，亦都能夠建立分享嘅習慣。喺 K2-5 運動會呢本故事書裏面，學校可以舉辦一場小型運動會，遊戲項目可以設計成與非華語幼兒家鄉特色嘅相關運動，例如係板球或者木球。同時，亦都可以邀請非華語嘅家長到學校分享，簡單介紹呢一啲特色嘅家鄉運動。咁樣唔單止能夠促進文化交流，亦都可以令到小朋友學習一啲新嘅體能技巧。最後喺 K2-6 有趣的影子呢本故事書裏面，老師可以邀請家長同埋小朋友一同製作唔同動物嘅手工，之後就請幾位家長利用呢啲動物嘅手工設計同埋創作一套簡單嘅皮影戲，等小朋友去欣賞。透過呢啲皮影戲，小朋友能夠學習到語言嘅運用㗎。從以上例子，我哋可以睇到呢一啲嘅經驗能夠啟發我哋設計更多嘅學習活動，讓非華語幼兒喺日常生活入邊快樂咁學中文。喺下一集，我哋將繼續分享更多實用嘅例子，幫助老師喺唔同情景入邊落實中文教學。我哋下一集再見。